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寒流已经来到地，中部以北东部地区也阁有离岛的金门，这气温可能是无到10度。即马阳明山国小已经确定明仔载开始会停课2天，正这是台北市第一间宣布休低温假的学校。气象署是讲，这北部海拔1000公尺以上是有机会来落雪。台北市的草山，若准这个水汽甲温度会当相配合，嘛是有机会看会到落雪。所以今日早起已经有一寡人上山等要看雪。阳明山二主北步道，搁北起里就是大屯山自然公园，是即摆可能会落雪所在。早起阳明山敢若8度尔，而且山顶搁咧落雨，风嘛愈来愈透，预计会继续降温。根据气象署预报，今日暗时开始水汽会搁较高，嘛可能剩无5度，时到落雪机会会搁较大。早起已经有一寡游客到阳明山等雪。昨天有特别讲说会下雪的行程，特别一定要上来看看这样。希望第一次有机会在台湾看到，对。在美国家现在正在大雪之中。阳明山周围的店头已经准备有烧包、烧汤、帽仔、手烙啊等等保暖的用品，迎接未来2天要起来看雪游客。阳明山国小嘛宣布，明仔载后日2天要放低温假，主要是惊部分学生住的所在可能会落雪，影响到交通安全。是我们学校的学区呢，占地蛮广大的，然后来自山区的孩子，我们担心他出入的安全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做这样子预防会有下雪这个情形，然后他的人身安全还有交通安全，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考量。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提醒要上山看雪的民众，要注意保暖甲车辆的状况。若落雪也是车路结冰，就会管制上山的交通。车要经过管制点的时，就要加装雪链。请民众要注意相关的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